佮来看到台湾乌熊是真珍贵的保育类动物。这几天煞不时会去听到乌熊达到限制受伤的案件，甚至是会走入去民众的生活范围内底引起冲突等等。林业署自从民国109年开始，就去花莲参民众来沟通，做伙合作进行当地乌熊的监测甲保育。政府和民间合作，当地人毋但成立巡守队，也佮配合该换遮的拍猎工具，也佮有设立遮的摄影机，同齐来保护台湾乌熊。或什么动物在叫，我们就过去。 看到很像熊，我们就跑回来。公牛怎么有声音？跑到后面看，哇，看到铁皮都一个洞。根据调查，花莲岛溪乡真有可能是全台湾目前台湾乌熊上济的所在，而且生活范围也离在地居民愈来愈近。捌看过熊分家的人就有8成6，捌拄过乌熊的有6成7。林业署自民国109年开始，参专业团队去到当地访问居民，也进一步和因做伙投入乌熊保育。林业署拜5举行记者会，向大家报告目前的监测结果。拍到了很多的母子熊的一个出现情形。 代表这边也有繁殖的个体，我们至少可以保守估计，至少在这边有20只的黑熊在这边活动。林业署表示，长期和居民沟通之下，因毋但成立巡守队，配合换改良过的蜡具，也协助伫山顶设立影机，记录台湾乌熊的行踪。根据资料，民国112年开始有4个在地团体成立巡守队，一直到今年已经又增加到7个。伫公司合作之下，林业署认为居民配合通报乌熊的状况。 是好真济。其实我们110年到111年的通报没有很多，像去年就通报了7件，部落族人愿意通报，愿意参与这个黑熊保育的这相关的工作。 当地清水部落表示，较早居民若看到乌熊，会感觉真惊吓。和林业署合作建立这个监测、通报和巡守流程，居民拢真愿意配合，相信人和乌熊会当好好相处，因也会继续投入台湾乌熊的保育。记者刘时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